咱要先来关心的是，旧历过年已经要到啊，鸡卵的需求有变大。台北市卵商工会是决定这个卵价要搁起2块，产地计数一斤起到42块半，也若大卖价是52块。其实除了鸡卵以外，这猪肉甲鸡肉的需求嘛是同款变大，也毋过因为供应无问题，所以计数无啥变化。上世间鸡卵这间食品店，各种鸡卵会员充足，毋过最近寒流的影响，鸡卵产量少，买卵的民众拢感觉到卵一直起。土鸡蛋是80块，那因为冬天嘛，它的产量少，所以它才又涨了10块。蛋很贵啊，来买就知道了啊，那价钱就不一样啊，就知道说那个很贵啦。不过天气冷，民众吃火锅用卵，年节挖紧，糕饼业者的鸡卵需求量增加。店主讲，卵无够，卵农甲卵商拢是互相援助调度供应。现在的物价也什么都涨啊，客户都有在讲说，哦，上个礼拜又涨2块，这一次又要涨2块，所以大家都买的比较少了。市场烧了，台北市卵商工会表示，卵价讨论了后，决定搁起2块，产地价每台斤起到42块半，批发价52块。看起来呢，这也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需求啦，所以这波涨价其实对我们来讲也算是很正常的一个涨跌。蛋商他们收多少蛋，然后出多少蛋，也只有他们知道啊。消费者只是最终端嘛，他们说什么，那我们也只能接受什么嘛。那鸡卵起价，猪肉、鸡肉虽然因为年节需求量大，因为供应充足，农业部认为价销也算平稳。另外，进口饲料用番麦的营业税继续100%减定到3月底，是毋是会延续？关系到饲料的生产成本，嘛影响肉品的价销。政府会伫春节过了后再做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